good ball， 有對決啦係嘛？最緊要咩啊？有姿勢。問你都你出界啦一定。中咗。唔係唔計嘅，唔計嘅。很厲害嘅，很厲害嘅。我哋做咩玩得咁開心呢？原因就係一年一度嘅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又嚟啦，有好多唔同新鮮又特別嘅電子產品可以喺度睇到㗎，有啲仲加入香港特別嘅元素添。色震嘅戒指你見過未？而家啲棋盤仲可以自己擺殘局添㗎。OK， 講咩 ？Reset 發爪，Broken Glass 呢度都有得試啊！幫我影張相啊！會場仲有機械人同你打招呼，將閒友變成電車嘅 Benny， 你見過未？最新科技嘅機械狗亦都可以睇到。呢頂其實係生髮同埋改善頭痛嘅頭盔嚟㗎。我戴咗之後，我感覺到自己年輕咗啊！嗱，大家睇好咗咧，頭先咧我哋咁多嘅特別嘅產品咧，係咪好想嚟試咧？嗱，嚟緊嘅10月13號咧至16號嘅時候嚟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裏邊嘅秋電展咧，大家就可以嚟感受一下啦。裏邊除咗超過3200個參展商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呢度冇得玩嘅嘢，嗰度都有得玩㗎。如果你係參展商去到採購或者想知道咧更多新奇嘅產品嘅時候，記得咧你哋都可以嚟到呢度啦。有興趣嘅時候記得可以下邊免費嘅網址參加啦。